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最近台南常常落雨，嘛，互较敖做水灾的湾里喜树地区的里长拢非常烦恼。因嘛趁咧4号下晡，市长甲侪议员到台86线视察粉红箱巷的时阵，向市长甲水利局长建言，希望因会使听取地方的声音，做伙减少湾里喜树地区做水灾的情形。恁咧抽水站要做，一定要做伫家嘛，恁拢毋做，恁拢用迄数据，你讲即样，我就硬起来啦。即届你甲我局长讲哦，事实局长也是足辛苦去关心嘛，安怎讲？即届雨就无大啦，哦，下豆子我敢保证啦，后一届风台就得保证也中水啦。如果若像今年滴落迄个熊熊落落雨落遐大阵就对啦，差不多1点钟尔，独去中水，所以即个自然排放独直无效。啊！我若伫讲，恁常常恁就常常讲有效，事实都无效。敢若今年15，农历15，外口迄个水门就爱关起来啦。啊，即个注意2米的情形，阮的评估差不多海水面差不多1.5米至1.7米，我们都还能够重力排出去。所以评估起来差不多10年一次的这种海平面的频率，还有机会。所以这个伤寒。分洪大概是主要都是在迄个落西北雨，因为咱湾里迄处就是落西北雨嘛会阴啦，落梅雨嘛会阴，啊落风台雨嘛会阴，所以咱的分洪的机会就是有3个机会，就是落西北雨的时阵，因为迄阵海水面袂重；第2就是梅雨的时阵，海水面嘛袂重；第3就是风台，但是伊无伫初15，安尼海水面不会涨的时候。就说它不会涨到，因为海水台风的时候海水涨得会比较高，所以这3个时机，我们认为大概有70%以上的雨，我们都还可以走这个分洪道，而且提早会使提早互咱民众不会有淹水，减少淹水的频率啦。现在嘛，将要进入风台较济的时期，湾里喜树地区的排水系统嘛面临考验。水利局长彭少博表示，对这个地区的淹水问题，水利局拢非常积极咧处理，绝对无要放弃的意思。现在嘛，对整体的排水系统进行完善的规划，嘛请民众放心。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交通局所规划开源振兴公园开发案，以着 BOT 的方式，将这块绿地要变做成为商场结合转运站的大楼。当地振兴里的居民，趁着今仔日北区都市计划说明会这个时机，要向政府来抗议。因认为政府事前拢无向因沟通，而且北区已经有侪转运站，佮加上该地点附近的公园绿地已经非常的少。所以主张开源振兴公园应该保留着公园绿地的模样。现在上面有振兴里公园，还有市政府预计规划的是开源综合交通中心哈。那这块地50年来一直是绿地，那我们的希望是不要做任何的开发，就是维持公园绿地。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周围。大楼还有各种建设越来越多，但是绿地没有增加一块。这块绿地一旦开发之后，不管它是做上面只有绿地，下面停车场，或者像市政府这个目前规划说要地上10几层楼的商场，那个都不是台南市需要的吧？那很主席，阮所有开源面对的一项就是讲。因为道路上细条，台湾路是20米尔，中路是18米尔，开南街是8米道路尔，所以伊遐若是要做一个车辆转运站的话，会造成阮遐车辆会搁塞一个较严重。那阮会希望所有居民嘛寄托的一项就是讲，这个所在会当甲留落来通盘检讨，今仔既然要通盘检讨，爱甲留落来做永久的一个公园，互这个公园会当较济这个绿地。原本开源振兴公园的开发案预定伫咧今年底要评选出上届优良的申请厂商签约来动工，
但目前有当地民众表达反对意见，要如何平衡开发甲绿地保留这两方面，考验着市府都发局的智慧。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针对昨日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波的阵营，在政论节目上发表政府以及黄伟哲无照顾往来农民的言论。对此，黄伟哲竞选总部呼吁高书波阵营莫为着政治的利益，一再用假的消息来混淆视听，煽动人民。高思博硬要说台湾的凤梨只剩下1块钱。那这样子会让市场的价格更加的降低，更加的伤害农民。试想，一般的我们的家庭主妇朋友，如果看到他这样子的广告，这样子的宣传，他到了市场，可能发现凤梨的价格是持稳的，他就要跟凤梨的这个商家来杀价说，啊，不是1块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直接伤害到我们台湾的农民。甚至于是我们台南关庙的农民，我们看到这几天在电视上，媒体的一直的在炒作，他下的标语这么的耸动，惨，关庙凤梨农平均一户赔掉120万。我们看到这个参加的人，除了国民党籍的议员之外，还有看到过去前县议员的儿子。在记者会当中，黄伟哲总部也提出数据，指出往来外销的数量，截至今年5月已经卖出29700多公吨，比较去年的数量，佫增加9%。而且今年油一个往来一斤嘛有13块，根本无滞销以及价销崩盘的问题。我想6月间的时候，媒体其实就已经有披露出来不断是从农民代表关庙的那个合作社的那个社长郭忠他对外就表示价格是12到13元。那另外呢，官方的数字也是12元。那再加上呢，出口成长多了9%这已经对外很清楚的一个数字。那我们不清楚为何高正颖呢一再强调说价格呢是非常的低，是个位数。黄伟哲其实早在6月11号的时候，透过关庙农会就订了1万斤。然后呢，也透过呢这一种促销的方式，然后也送温暖的方式，召开一个家福的一个记者会，分送给不同的家福单位，让所有家福的朋友，那个小朋友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爱心，然后同时也帮助农民，那跟企业合作的方式，收据也在右手边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清楚，那为何这么清楚的情况底下，有从事公益、协助农民，然后做爱心的这个活动，被扭曲到变无任何人去关心这个农民的问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济国民党议员参选人拢聚集伫两亚坪进行宣传照的翕相，即届嘛特别甲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淑珀共同翕相，希望就是让高淑珀发挥母鸡带小鸡的力量，让那样会使发挥1+1大于2的效果。觉得大家没有来过这个摄影棚，就大家来一起重温一下这个拍婚纱照的感觉大家当一下明星嘛那我们因为有在做共同文宣啦。所以这个就请大家来一起照个相嘛，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大家一起集体的照，那我也会跟个别的这个议员、这个参选的候选人跟他们照，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要花好几个小时在这边。这次的台南市长选情嘛非常热烈，除了原本就有的竞争对手以外，现在嘛加了前台南县长苏焕智、高淑珀嘛表达祝福，希望会使拍一场精彩的选战。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的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3号起嘛将伫中华馆举行。台南市的议会代表队由议长赖美惠、副议长郭信良分别担任领队甲副领队，议员李文静担任队长。济议员嘛拢报名参加。会长由议长赖美惠授旗予队长李文静议员。议长赖美惠表示，台南市议会不管是伫倒球也是网球等运动赛事，拢是非常的喜爱。伊嘛希望即届议会代表队会使得到好成绩。咱台南市议会伫咱济议员以及咱的职员工组队
嘛要来参加。伫过去，咱台南市议会运动的精神就真好，不管是软网或者是倒球，成绩拢真好。啊，即次嘛有咱李文正议员、蔡王全议员、蔡玉基议员、蔡玉辉议员，啊，开咱坐，搁有其他吼，咱的国府议长等等，啊，甲咱的职员工，大家共同报名，要过来参赛。啊，咱祝福旗开得胜，有好的成绩倒转来。虽然今年拄好是选举年，大部分的议员都无用咧做选民服务甲拜票寻求连任，但是参赛的议员嘛把时间赶紧练习，期待会使为台南市得到好成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一度受到全国民众喜爱的七股海鲜节，嘛将伫14号正式开幕。今年除了上热门的蒙拉啊、甲风土小旅行以外，嘛特别规划海风音乐会甲海产市集，要互来民众度过充满海味的一天。这届嘛有7个7宝宴，只有50道的名额，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七股海鲜节，那在7月到8月这段时间包括云嘉南这边合作的举办的一箭双雕的活动。还有夏日海 Party， 那另外七股海鲜节，还有七宝宴，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体验尤其我们台南的海鲜，它的干净、新鲜的美味的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全国的民众还有市民，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来体验我们七股海鲜节的这样的，包括游程，包括美食。包括相关的活动，一起来体验。那么也希望这个活动顺利成功，让渔民带来更多的生意。这届的七股海鲜节嘛是台南夏日海 Party 的第一场活动。会中观光旅游局嘛推出上新的台南旅游影片《台南不腻》，加上新的吉祥物鱼头菌，希望让全国的民众会使来台南腻在一起，嘛品尝吃不腻的台南美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帮咱爱电基金会新疆青年会当自立生活，台南富信大饭店连续5档举办公益活动，协助募集善款。今年结合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明星食品、小安豆花等台南的在地企业，做伙举办公益直播。第一场竞标活动就选伫咧饭店的宴会厅来登场。今天我们的义卖价呢，就是2500元。那这5年当中呢，我们持续也与伊甸基金会办了很多的活动。那之前我们都是比较在于是偏乡学童方面，提供他们很多的资源跟很多的学习。那今年我们特别与伊甸的身障朋友们提供他们服务。我们有2项的服务，第一个是让他们就刚刚区长讲的，让他们能够走出他们的家庭。来到我们的职场体验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以后更有就业的能力。第二个是我们集合在地的企业朋友们来赞助我们的与一些的奖品、一些的礼品，加上他们自己手做的义卖的品，然后能够像这些的基金，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资源，让他们的舞台上能够更多的发挥。爱电基金会为101年开始，提供予身心障碍朋友会当有伫这场服务的机会，减轻社会以及家庭的负担。也希望透过社区化以及在地化的亲近服务，协助身障者会当自立生活。
在台南，我们有服务非常多的身障朋友。那从他们在行动或者是其他部分还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有生活自立。但是呢，我们除了自立之外，我们希望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样的身障伙伴，他可以真的走出来。透过结合各个爱心单位共同举办公益拍卖复兴大饭店，希望会当募集10万块的身障青年服务经费，嘛希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做伙加入行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教育学博览会伫咧记者会当中开场演出的西非曼丁古乐曲，伫咧第35期教育学博览会会有更加完整的演出。已经举办35期的教育学博览会，即届将会有超过40个学习单位来参与各种动态甲静态展演，同时现场也有 DIY 动手做的体验，邀请大家伫咧即礼拜日7月8号共同到文化中心来参与。我们在整个除了40个摊位的静态的展示，然后还有很多的动态表演之外，哈，那我们这次就是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啊跟文化来做一个结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已经把已经跳脱了，就是我在学习单一面向的一个知识的部分啊，已经到了就是跟我们的在地文化，或者是说整个世界的这个文化来做连结的一个阶段。好，那所以说在展演的部分哈，有很多的可能是我们班级的一个成果。那成果的展现之外，那也有说创作的部分的一个的发表。好，那还有就是很多的 DIY 的互动，然后跟大家跟民众来很简单的来体验，就是来知道说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学习的乐趣。因为年底选举也愈来愈接近，这届社区大学教育学博览会也首度加入了政治的议题，邀请到沃草、台南新雅等团体共同合作办理公民听证会，邀请议员甲市长参选人前来，向民众来说明家己的参政理念。举办这一个所谓的100人联署市长给问，只要大家呢能上网呢搜寻2018台南市长给问的话呢，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然后呢，找到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只要进行任何的提问，你都只要100人联署市长候选人呢，当天呢他们就会去承诺去回应这些问题。那当然呢，在7月8号的教育学博览会，我们也跟台南社大合作，我们会有一个公民听证会。那公民听证会是什么呢？当天我们有很多让我们开放报名，让很多的素人参政者报名呢。他们当天会站上肥皂箱呢，会用10分钟的快闪呢来讲自己的参政理念。7月8号，台南社区大学教育学博览会，东港将会提供200多门的专业课程，甲侪精彩表演，也欢迎民众做伙前往了解，做伙参与。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不知不觉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有半年多了。係啊，到底啊，呢節目單元播出有半年哦，客家嘅時間哦，真係非常感謝很多觀眾朋友嘅支持啊，有大家嘅鼓勵同支持，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當然我們更感謝我們客家委員會以及我們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一周一主題來介紹客家相關文化。小鄧老師，我們今天要來談什麼呢？我想啊，呢個節目呢，基本上出來講客家師傅法。客家師傅法，好哦！我要和觀眾朋友分享一件事。小琴，我雖然不是客家人，但這些日子以來呢，和小鄧老師一個星期直播一集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真的覺得客語好好玩，也不難學哦。真嘅係哦，呢個小琴啊，真嘅多麼簡單哦。
当然真又有语言嘅天分哦。什么欣赏？唔是下去和底下出来讲根本嘅单元主题客家师傅化哦，来开始讲咯。在讲庙西拳呢，在讲庙西拳呢，怎么说呢？客家师傅化讲啊。在讲庙西拳呢，意思就是讲汉地看到，还是有些不懂也在讲啊，意思係指講實在嘅和尚，和尚啊係愛解釋咯。所以啊，在講廟冇可能使什麼嘅拳嚟啊，所以講罕見，漢地看到。比論係讀到當時看到嘅事情，也係當時，你就做得用兩句客家師傅話講，在講廟西拳呢，在講廟西拳呢，罕得看到，罕得看到，師傅話就是我們所謂的歇後語嘛。好，那我們再來念一次哦，在講廟西拳呢，在講廟西拳呢，罕得看到。罕得看到，很強哦！再來講另外一句客家師傅話哦。另外一句客家師傅話是什麼呢？另外一句客家師傅話就係1.5米嘅落鑊。1.5米嘅落鑊，這又是怎麼說呢？1.5米嘅落鑊啊，愛煎愛煮油菜雞。哦，任人宰割。錯就係人人擺布啊！既然落到平原嘅樹項哦，佢當然就油菜人咯。來高講解一擺哦，1.5米嘅落鑊。1.5米嘅落鑊，愛煎愛煮油菜雞。愛煎愛煮油菜雞，實實過來講解一句。好，再來一句。和黃水落，和黃水落，番薯火炒，番薯火炒。等等，這句師傅話有點難呢，我要慢慢念。來，和黃水落，和黃水落，番薯火炒。番薯火炒，這又怎麼說呢？和黃水落，番薯火炒啊，意思就會講太慢嘞。哇，這句確實有點難懂小鄧老師，快給我們明示吧。也記客家師傅話講啊，和黃水落，番薯火炒。太慢嘞，也和呢係指稻米，和黃係指講粒和嘅熟嘞、黃嘞，水將落下來，佢飯啊煮好嘅、煮熟嘅火將起炒，嗰時人哋係指人做每一項事情啊，冇做計劃，要耽誤到事情也係計劃呢，人哋就會用兩句和黃水落。番薯火炒太慢嘞。好，那再來說一次。和黃水落，和黃水落，番薯火炒，番薯火炒太慢嘞，太慢嘞。哇，好棒哦！今天我們就認識了3句客家的師傅話。小鄧老師，我們再來念一次好嗎？好，來，在講廟西拳呢。在講廟西拳內，罕得看到，罕得看到1.5米嘅落鑊，1.5米嘅落鑊，愛煎愛煮油菜雞，愛煎愛煮油菜雞，和黃水落，和黃水落，番薯火炒，番薯火炒。太慢嘞，太慢嘞！講得啊，你好下自家天時好嘢，根本你就講到呀哦，然後來你聽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感謝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